嚟帶大家睇一個喺奧運站非常之少放盤嘅屋苑啊 ！Hello， 我係 Kobe。今日咧睇呢一個咧係澳城西岸嘅單位啊。由於咧呢個屋苑咧密度非常之低，中低層咧一梯只有4伙嘅啫，去到高層咧一梯2伙大單位啊。咁所以咧非常之高嘅私隱度啊。咁所以放盤量當然自然少啦，物以亦都罕為貴啊！住落所以非常之舒適，因為始終咧伙數少啦，起碼翻工放工都唔使同人爭 lift 啊嘛。而今日我哋睇嘅呢一個就係澳城西岸嘅一房單位，呢個一房單位咧租客搬走咗之後咧，業主咧除咗放租之外咧，啱價錢都會考慮放賣喎。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去睇下。大門口一入到嚟呢，有一個短嘅鞋櫃位，並唔係啲長走廊位，其實一啲都唔嘥位嘅。右手邊就係洗手間，唔好睇小佢喎，小小嘅單位，洗手間係有窗㗎，好緊要啊！你知香港幾潮濕㗎啦，廁所有窗真係爭好遠㗎。嚟到客飯廳嘅位置，方正。呢個位擺電視機，呢個位擺梳化，擺一張雙人或者3人嘅梳化都好 OK 㗎。中間擺張茶幾。廚房嘅位置咧做咗開放式廚房。業主咧係一對好友善嘅夫婦嚟㗎。佢都話，如果譬如租客啱睇啱嘅話咧，喺交樓之前咧都會做一次全屋清潔俾佢啊。睡房方正，擺得入一張6尺床啊，仲可以擺衣櫃、擺梳妝台啊。由於窗台嘅位置咧係完全唔計實用面積嘅，仲可以偷埋嚟用啊，非常實用見使。露台嘅位置咧其實都好寬敞啊，可以打得開咧一個摺疊式衣架，攞嚟晾衫都係非常之方便嘅。景觀就係望返對面李奧坊嘅會所平台，距離都唔算太近，所以亦都唔會有好逼仄嘅感覺。方正嘅客飯廳，開放式廚房其實都好方便，因為咧其實我哋而家咧都好少煮飯啦，咁所以咧望落去最緊要係通透舒適。今日睇嘅呢個1房1廳單位就去到呢度啦。如果你都有興趣，記得打電話俾我96123527，我係 Kobe，等你電話，再見。